后来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26天，上新的民调，国民党的侯康配已经捉到民进党的赖萧配，拢是31%，民众党的这个郭英配是21%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每一票拢真重要，也是爱小心谨慎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赖萧配也是较赢面。民众党嘛，伫昨暝发布着因内部家己所做的民调，郭英配是27.2%排第二，赖萧配31.5%排第一，侯康配25.8%排第三。民众党的立委屈成万讲，也有真侪选民也未表态，对选情真有信心。几个人坐在那里呀、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啊，不要说什么，就简讯就拿起来练一练啊，要来的原因嘛讲一下。接受华视独家专访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讲，若要阵赢，伫军乐饭店会谈的时，当场念出国民党底线的原因。伫若要确定我都合作了后，民意调查开始有变化。侯康配以31%约到赖萧配，郭英配21%排上尾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侯康配跟赖萧配基本上都在误差或者在平手的情况，那我们也非常谨慎小心的努力啊，每一票都很重要，或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积极的在拉票。以赖萧配的31，其实是这1年来的高点，而且还在往上爬。在这一点上面，我看起来对选情是还不错的现象。那我们每一个民调，我相信竞选总部都会参考。那趋势上面来说，我们都很有信心。英国国民党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伫昨暝公布，民众党党内参考民调，力赢赖萧配支持度31.5%，民众党郭英配是27.2%排第二，侯康配是25.8%排第三。民调我们还是看它长期的趋势，越来越多不愿意表态的中间选民会陆陆续续表态。我们对于我们的选群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每一个阵营拢对选情真有信心，嘛，互这个选战到最后是愈来愈激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